电扇要先关掉，然后你们呼吸先暂停一下，因为它很轻飘飘，一点点气它就会飞走。非常小心翼翼，这些纯金纯银做成的薄片是徐俊英的心肝宝贝，是他作画的材料。还有以天然矿石磨制的颜料，同样价值不菲，一小瓶动辄好几千元。我其实很喜欢用纯金，可是问题是它的价位太高了，它就是青金石磨成的粉末。为了作画，300-500种矿石颜料，还有绢布、画纸，花费惊人。朋友眼中还有惊人之举。徐俊英原本在东市开珠宝店，921地震之后被迫歇业，进修迷上了胶彩画，还留在身边的珠宝一一变卖，却拿来买画画材料。一路上笑的人很多，尤其是我们珠宝界的业界的朋友，都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你做珠宝都做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去走这么辛苦的一条路？徐俊英说，烦恼在作画时解脱，那就值得。你要试试看吗？练石料，你试试个技术啊，这需要一点技术，也是也有一定的技术。做对搞爱吗？可以教我吗？可以，做对了。调息作画，人也会变得优雅，画作里还有心情回忆。应雪霸国家公园之邀，画的樱花钩吻龟，取名龟图，是他旅居泰国多年的思乡之情。圆这个东西，在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圆融，一个圆满。画台湾特有动物，留下对乡土的爱，还有把孩子出游的点滴也都画下来。对徐俊英而言，画画与生活早已密不可分的紧密连在一起。把珠宝和积蓄都拿来买纸和颜料。徐俊英老师说，没有值不值得，只有想不想要。对胶彩画的热情里，有他毕生的理想。也是有一啲嘅技術，做得搞藝術。也是有一啲嘅技術，做得搞藝術。